請勿靠近車門，請不要靠近車門。確實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. 咁而家佢公開嗰個達到商法，不過我哋亦都冇取消嘅嗰個達到拍嗰做 video 好啊，問翻個主角有興趣，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咁我就再同你起動翻佢咯，好啦，或者過2日啦，我同你飲茶嘅時候，俾錢嘅時候再邊日再詳細傾啦，好嘅嚇。